忙碌咗大半世，想揾個地方安心養老，但係買樓手續多，裝修又麻煩。放心，約一幫你搞掂。專精客戶需求，流程透明，由你話事，打造專屬夢想之家。鎖匙全包，屋企交俾我哋睇住，專業團隊幫你把關，無後顧之憂。住得有問題，隨時揾我哋。灣區活動、政策福利、生活貼士，第一時間話你知。約一站式安家好易事，由揾樓、裝修到安頓，我哋陪你一步到位。Hello， 大家好，我係 Venus。咁最近啦，非常之多香港嘅朋友，特別係住喺公屋嘅朋友，都嚟問我哋同一個問題，就係我喺肇慶買咗樓，會唔會影響我喺香港住公屋嘅資格呢？咁今日我哋就用呢一期視頻同大家解讀一下最新嘅公屋富戶政策。咁大家都知道啦，香港有近200萬人係居住喺公屋嘅。咁申請以及居住期間啦，都需要如實申報資產。咁內地嘅房產毫無疑問啦，就係屬於必須申報嘅物業資產啦。咁佢會唔會令你失去公屋資格啦？答案係唔一定嘅。關鍵唔在於你有冇買，而係在於你買咗之後，家庭嘅總資產有冇超過房委會規定嘅上限。根據2025年底嘅最新富戶政策，房委會主要係睇2個指標。咁第一個就係家庭入息是否超過限額嘅特定倍數，第二個就係家庭總資產嘅淨值是否超過公屋入息限額嘅100倍。咁重點嚟啦，內地房產係按淨值計算嘅，亦即係話價值100萬嘅屋，如果仲有50萬貸款未還，咁佢計入資產嘅淨值啦就係50萬。只要你哋全屋所有成員嘅總資產淨值冇超過上限，咁即使你申報咗肇慶嘅物業，亦都完全唔影響你繼續居住喺香港公屋嘅資格嘅。咁亦即係話點解最近好多香港客戶都揾我哋辦理內地房產資產評估服務。當你需要向香港房屋署申報時，一份由內地合資格評估機構出具嘅專業物業資產評估報告，就係證明你房產價值嘅最權威文件啦。我哋嘅服務就係全程協助你完成呢一份關鍵嘅評估報告。咁第一步，我哋會根據房屋署嘅要求，聯繫內地指定嘅或者認可嘅測量師行或者係評估公司。咁第二步啦，就會陪同或者協助評估師上門為你嘅物業進行專業嘅評估測試。咁第三步就係你將呢一份蓋章確認嘅正式評估報告，連同你嘅按揭貸款證明一並提交俾香港房屋署。所以點解話喺肇慶買樓有優勢呢？亦即係因為肇慶嘅樓價相對親民，一套優質物業嘅總值啦，折算成資產淨值之後，係遠遠低於廣州、深圳、中山呢一啲高價城市嘅。咁因此都極大降低咗觸碰資產上限嘅風險。喺肇慶安家，既能提升生活品質，又可以更安心咁保留香港公屋，性價比係非常之高嘅。環境好，價錢平，真係推介大家可以過嚟肇慶買樓。假如經過專業嘅評估啦，我哋發現資產真係有可能超標喎，或者你想徹底免除後顧之憂，仲有一個方法，就係將內地嘅房產轉名，通過贈與或者出售嘅形式，俾唔住喺公屋嘅親屬，例如已經成年嘅子女啦、兄弟姊妹或者係父母嘅。咁呢度啦，轉讓我哋大家就會最關心2個稅項問題啦。咁第一個就係增值稅，如果係直系親屬、父母、子女、配偶之間嘅贈與咧，通常都係免增值稅嘅。如果係買賣方式，即係根據房產證嘅年限已定，證滿咗2年嘅話就可以免徵啦。如果未滿嘅話就需要繳納。2026年1月份起，內地嘅增值稅已經由之前嘅5.3%變更為依家嘅3%啦。咁第二個咧就係個人所得稅，如果係贈與，受贈方
未來出售時可能會根據其出售價與原贈與人嘅購入價差價繳納20%嘅個稅，成本係比較高嘅。但係如果係按照合理嘅價格買賣呢，稅費計算相對嚟講都會清晰好多。仲要提示，香港目前已經取消咗額外嘅印花稅啦，但係內地嘅轉名流程以及稅務規劃啦，都係比較複雜嘅。咁我哋公司嘅核心業務啦，就係為你精準辦理呢一切手續。我哋會根據你嘅家庭情況啦，建議最慳稅嘅轉名方式，並全程代辦公證、稅務申報、不動產登記等全套流程，確保合法合規完成呢一次資產規劃。好啦，最後總結一下，香港嘅公屋住戶想喺肇慶買樓係完全冇問題嘅。咁關鍵就係如實申報以及資產合規啦。咁你可以選擇途徑一，通過我哋辦理專業嘅資產評估，證明你嘅資產未超限，安心持有兩地物業。咁途徑二就係通過我哋辦理房產轉名，將資產規劃俾符合條件嘅親屬，一勞永逸。無論你需要以上邊種服務，或者想了解肇慶更加多嘅優質樓盤，都歡迎隨時聯繫我哋若一置業。我哋係專門幫港澳人士以及海外僑胞安心安家嘅若一置業。如果你覺得呢一個視頻有幫到你嘅話，歡迎點讚、收藏或者分享俾你有需要嘅朋友。有任何嘅問題啦，都歡迎喺評論區留言，或者直接添加我哋嘅客服方式。下期再見，拜拜。